Hello Carter,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之前的几期视频里，我有在开头时用 Hello Carter 打招呼。那有些小伙伴会私信问我说 Carter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一期视频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毛利语中人称代词是如何使用的吧。首先，在毛利语中，人称代词叫 to copy，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拆成两部分来看，首先是 to 这个词单独有位置、地方或者是站起来、空间的意思，而 copy 是 cover 或者是被使用、被占用的意思，所以整个这个单词字面上的意思就变成了在一个位置取代其功能作用的词。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毛利语中人称代词有怎样的特点呢？首先，与很多拉丁语系不同，毛利语是没有阴性阳性的，而与中文不同，中文的人称代词有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而毛利语中的你们、我们、他们是分成两种情况的。那它们分别是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在毛利语中，我的毛利语叫 ao， 经常使用的是 ko yo， 我是谁，或者说 no yo， 我从哪里来。下面一个单词你，第二人称你，它的毛利语叫 koi。我们经常能听到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会说 tena koi， 就是你好，特指的是向一个人问好。而第三人称她的毛利语是 ia。比如说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我们会说 hiwa hine puruto ia。以上的三个单词就是单数的我、你、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复数的人称代词有哪些呢？首先，如果说我和你，我们两个人是 tawa， 只有在我和你两者之间使用我们才会用这个词，只有两个人说的我们，两者之间的我们。Mahaile tawa kikura， 我们一起去上学。当我说他和我们两个人的我们的时候，叫 mawa。 我在对第三个人讲我和另一个人，我和他去做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说 mawa。 如果我向两个人他、你和他问好的时候，这两个人你们就变成了 kodua。 那如果打招呼的话，我们就不用 tena koi， 变成了 tena kodua， 向两个人问好。如果我们不想表达你们，而是变成了他们两个、他们俩，那这个时候毛利语又变成了 rawa。 那接下来我们要从两者变成两者以上，就是三者以上的人称代词。首先就是说话人，包括说话人在内的三者，比如说你、我和其他的另一个人，包括听话人在内的所有人，一个整体的时候，毛利语的表达 tato。 而如果说我这边有三个人，或者是三个人或以上的时候，向另一方来介绍我们是学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变成 mato。 举例来讲，比如说我和其他两个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或以上的人向另一个人介绍我们是学生，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Hey akong mato， 我们三个是学生。最后一个呢，就是讲三个以上的他们，比如说那边有一群人是三个以上的数量，当我们形容他们，我们会用 lato， 他们。那么以上就是全部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毛利语人称代词了。虽然和中文有一点点差距，但是我相信大家在不断的练习和学习过程中会熟练的掌握并运用。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Hakitiano。